最近旅游复兴，小港机场的出入境人次已经恢复到疫情正的7成。有旅游业者是认为讲，应该爱取消宵禁，在地冇不共见解。高雄国际机场来来往往的旅客变真多，大家拢要出国佚佗。不过高雄国际机场有宵禁的规定，过饭点飞行机就袂当飞。过去因为飞行机的声音会影响居民的生活，伫1993年实施宵禁，到打10天。到附近居民有人表示，其实飞行机的声音袂差，也有居民讲会影响生活。分量是介差啦，这要刷一个迄无简单呢。跑道伫挖伫迄边，那伊即摆驶入出去，阮这边都无影响嘛，都飞入就去去啊，阮遮都无感觉啊。根据高雄机场的统计，今年2月游客出入境的人次已经恢复到疫情前的73%。李行工会理事长表示，大多数的游客拢希望出国会当较早去、较暗回来，建议爱将宵禁取消。游客也认为，若是飞行机的航班伤少，机票会较贵。航班减少，机票会贵一点，那旅客也没那么方便，选择不多。还是对我们要出门旅行的，当然会有影响很多。所以还是希望解除。高雄小港机场的班次会较少，都是因为这个宵禁的问题嘛。那所以阮旅行业嘛希望这宵禁会当解除，还是讲适度放宽。目前高雄机场也是维持饭点到透早6点半禁止飞行机起降。市长陈其迈日前也回应，高雄机场若是要取消宵禁，必须爱考量真侪因素，爱谨慎评估。记者张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